新闻开始来看台铁屏东潮州站早起，副站长伫月台巡逻的时，看到一台高空吊车歪向月台方向。迄当时就有车要进站咯，加载无发生事故。台铁后来发现讲，这台吊车是车头隔壁邻家厝的施工，也毋过吊车煞停伫台铁用地，嘛已经违法咯。会甲警方做回来调查，看安怎来处罚。 副站长伫月台顶悬巡逻，煞发现头前一支高空吊钩向月台起过来，赶紧通报。高空作业在我们的1月台的南端哦，请他们派人去外面看一下。事发伫台铁屏东潮州站2月透早大约10点半，附近工地高空吊钩向铁基路甲月台起过来，当下拄好有列车要进站，若吊车倒去，还是吊钩卡到铁基路顶悬的高压电线，恐惊会像中这事故共款出代志。爱安全措施啦。吊钩伫遐，人火车过，嘛惊啊。 等来到现场，迄间吊车停伫车站边仔的台铁用地，离车站大约5公尺。尾旁边仔徛个工地吊铁材，但即个用地若想要入去施工，爱先甲台铁申请。施工单位无申请已经违法，就算毋是台铁的用地，嘛受铁路两边禁建限建办法规范，毋是想要起就起。 铁道设施的话，有一个所谓禁建限建办法，就是在铁道外围，铁道土地外面第一层就是禁止他们建设。那在过去是限制他们建设，可能要都是一些照法规。这次的事情是他已经在我们的铁道用地来做施工了，那已经是很明确的是违法的行为。因为这种我嘛唔捌啦，啊，不过我是讲人招无，啊，尽量闪卡过来安尼尔。针对徛个违法施工，警方接到通报了后，29日透早到现场搜证。台铁会甲警方共同厘清施工单位是安怎走入来台铁用地，甲相关的违规事项做后续的开发。记者陈焕武、柯建俊屏东报道。